继续来看云林斗六一个新住民黄凤卡，讲新一间的蜜枣园来经营，做甲真好名声，还阁来做爱心。特别邀请到云林社会关怀协会囡仔来到果园来体验挽枣的趣味。 囡仔伫咧果子园内底挽蜜枣，将家己挽落来蜜枣加一喙，果子食起来脆嘛甜，互大家感觉这个体验真趣味。吃起来感觉怎么样？甜甜的，有没有很脆？有。新住民黄凤卡为2年前开始接触经营斗六市，这个有30-40年时间的蜜枣园。虽然拄开始接触，对农业无啥熟手，不过透过练习，即马经营得真好。这摆伊嘛特别邀请协会囡仔来遮，会当挽蜜枣佚佗。果实没有比外面大。 但是我尽量比较没有喷洒农药。即马伫咧斗六市的这个蜜枣园，阁有真侪枣会当挽。黄凤卡嘛讲，即马当时蜜枣上好食的时间点，只要收一丝丝啦门票费用，大家就当挽免惊食烫海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